今日教大家做一款超香嘅燒烤乾料，灑上之後就可以出攤嗰種。當然炒菜涼拌嘅時候灑一啲，亦都特別提味嘅。材料喺超市都可以買到，白胡椒粒，建議用呢種粒狀嘅，因為比粉更加香。呢個係孜然粒，仲有花椒粒、辣椒面同埋少少嘅五香粉。呢個係炒香嘅白芝麻，同埋炒香去皮嘅花生。材料準備好之後，將孜然、花椒、白胡椒倒入去平底鍋入邊炒香。呢度記得鍋入邊唔好放油喎，細火翻炒，一直炒出香味就可以關火噶啦。然後將炒好嘅香料全部倒入去料理機入邊，再加入辣椒面，將所有香料全部打成粉。中意辣嘅朋友可以喺我呢個份量上多加啲嘅。大概打成咁樣，跟住將全部嘅花生、一半嘅芝麻倒入去料理機入邊，同埋啱啱嘅香料粉一齊打。因為花生同埋芝麻打太耐會出油，所以呢一次打20秒左右就 OK 啦。將粉全部倒入去碗入邊，剩低嘅白芝麻亦都一齊倒埋入去。調味加糖，或者好似我咁用代糖亦都得。鬆茸調味料用嚟提鮮嘅，鹽，口味比較重嘅朋友可以再加多啲。香料同埋調味料充分攪拌均勻。如果有結塊嘅話，手微壓散就得噶啦。最後嘅成品就係咁嘅樣。最後揾一個乾爽嘅容器，將燒烤粉裝好，密封冷藏保存，可以放大概1個月。好啦，今日嘅視頻就到呢一度，我哋下期見啦，拜拜。